手机的电源线呢，用来给那个纽扣电池充电啊，用到那个正负极。电源线里面有4条线，用到红色跟黑色，红色正极，黑色负极的，红正黑负啊，要记住。手机电源线5伏特的，纽扣电池3伏特，汽车电池12伏特，然后要充电的充电器要14伏特左右，不能太多，会烧坏掉了。而且那个电线说要粗了，伏特越多的那个充电器的电线要越粗了，不能烧坏掉、烧断掉。太高热、太高温了。你看正负电夹住那个正负极夹住那个纽扣电池，纽扣型电池3伏特左右，手机的电源线5伏特左右，所以可以用来充电纽扣电池。纽扣电池充电3分钟，过长了。你看正负极是这样的，它是不是有磁铁？好像我可以把那个纽扣型电池给夹住了，好像有电池也是，好像有磁铁，磁性的哈，能够把它吸住你。你看那个万用表，调到几伏特啊？20伏特啊，可能不是20伏特，是10几伏特。